闽南话鸡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当机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鸡同，专门替人求神占卜的人。民间宗教在做法事时，借神明附身传达神旨的人。迄个当机退动了后，规身躯拢无力啦。那个被神明附身的鸡童，在神明离开后，全身都无力了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